所有人咧都係個智人啊！你出世嗰陣咧，其實你最主要嘅任務就係你生存，你揾到可靠嘅居所啦，要有得食啦，跟住然後有飲水啦，咁樣跟住醫療環境唔好太差啦，咁樣跟住然後已經 OK 嘅。其實你接落嚟要做啲乜嘢，你要探索啲乜嘢係你嘅支線任務嚟嘅，係啦，即係你嘅主線任務已經完成咗㗎啦喺香港，因為再唔掂你都可以攞綜援嗰陣，你唔會衰得去邊。然後剩低你要做啲乜嘢，你要去讀書，你要去即係 keep on 讀書 like kind of 喺香港你唔讀書犯法㗎啦，咁你讀完書出嚟之後，咁你想繼續讀嘅，咁呢個係個支線任務嚟嘅，想做嘢都係支線任務嚟嘅，所以你要諗清楚你追求啲咩，最緊要係你想追求啲咩，係啦，即係人咧，其實一世人咧咁樣，即係你一定係好追求嘅，係你知唔知你揾唔揾到咁解啫，即係你唔會話完全冇追求咁樣嘅。咁樣，因為你人係有慾望噶嘛，咁你唔好太擔心話乜嘢冇出路，乜嘢冇出路，乜乜，因為我覺得人生條路係自己揀㗎，咁所以咧，你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，有啲咩地方你揾得到成就感嘅，你想做嘅咁咪做咯，係咪先？咁啊，當然啦，簡單一樣嘢大家都知，我做咩啊？做 BE 啊嘛，咁啊，就自己本身係已經係一個好獨特嘅一條路嘅一個人咯，咁樣咧，咁啊，不由自主咁樣想對比，但係根本冇得比。都係嗰句啦，你唔同李嘉誠比，你唔同一啲綜援家庭比，講真係啦，即係點比都有得比㗎啦，唔好比啦，係啦，再比咧，但係你同自己比啦 ，OK？ 你問自己由你而家對比你而家呢個階段，你想有啲咩進步，你想有啲咩嘅新嘅嘢學或者新嘅嘢想做咁樣就唔簡單。